多谢武秀来讲高雄的消息。高雄有网友抛出一段影片，内容是记录到公车司机一直酷劝一个阿伯叫伊坐落来，可能是因为呢对方听无真，拢无插伊，讲讲骂白目。这个网友听了后真生气，特别抛上网络骂这个司机。不过记者的访问讲路线，这个人客大部分拢表示讲，人这个司机人真客气，是好意伫甲提醒。公车司机这个公司嘛表示讲，这个司机赛车已经有7档外，完全无出过差错。不过这摆有人提出意见，一定会搁加强训练。我开大声。 公车运将大闹空，一摆搁一摆提起乘客阿伯，口气是愈来愈歹。好了解口劝，不过敢若因为口气伤歹，互公车顶别个乘客嘛听甲真无欢喜，翕影片抛上网，骂司机对阿伯的态度真无好。可能是心情较无好的款，伊偶尔会安尼念啦。老人家也没有做错什么，可是他。 就是口气很不好，然后就是听了也会觉得心情很差。代志发生伫咧高雄77号公车顶，回到同一条路线，有乘客讲，确实拄到相同的代志，不过大部分的乘客感受说和班主无共款。有的司机他很客气，他都会跟老人家说，请大家坐好，需要叫人家都坐好，才不会危险。 这个驾驶在我们公司服务已经将近7年了，那以往来没有类似这方面的客诉案例过。就惊乘客伫咧车顶徛袂在，无细力跋倒，佮加上老大人动作较慢，司机在当时保障别个乘客权利的时，佮兼顾到安全问题，实在是真歹做人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